前日有高中生是改悠游卡金额，后煞用这个金额来退现金，诈领60外万。即阵警方阁查到讲是有人改造可比悠游卡，嘛是利用退票的方式来诈领现金。警方是已经在追查，而且怀疑讲这可能是集团犯案。 拄卡感应快速入站，用悠游卡坐车真方便。这款的电子票证也提供通勤的人白开车订机票，但是警方收到报案，有人伪造交通票，透过直直向代替退票诈领金钱。嫌疑人是持伪造的悠游卡进行退费。 那全案已依规定受理，并掌握特定对象，积极侦办中。代替紧急报案，就是因为车到有旅客摕悠游卡办理订机票退票，但是系统显示卡片有问题，要求对方留资料。伊煞看起来真紧张，就选去啊。站务人员输入卡片号码，才发现短时间内已经来来回回退钱真侪届。那张卡它是伪造的，它是晶片里面的流水号跟卡片对不到。如果没有注意。 跟他核对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被那个。我们对于这个退票，我们会特别注意里面内外的资料。代替初步清查，将一张卡片号码互大量复制，制造者真侪张悠游卡，拢互改做有买订机票、向还客退票机制，领超过12000块。台北站有4条，互诈领8000外；桃园站也亲像有3条，互诈领4500外。甚至退票旅客毋是共一人，至少3个人涉案，无排除背后是集团犯案。 卡片在这个人身上，然后你并不能保证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卡片，它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漏洞在，所以并不能去限制这一块，所以反而是在它即使有这个被变更过的这个卡片，回到站内的时候做读卡的时候，这时候来做稽核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防范的方法。其实台北捷运正常才出现高中生入侵悠游卡晶片系统，改写欠钱的金额。 诈领上万块，这个换代替受害，除了靠警方继续追查，找出幕后的嫌犯。治安专家也建议，强化内部系统的警示，这当伫第一时间发现古怪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